呢張靚仔相值55億美金。呢個靚仔叫做 Leopold， 今年24歲，舊年咧仲係 OpenAI 嘅天才研究員。結果咧就係因為爆料，俾老闆 Sam Altman 開除。之後咧佢轉身去咗華爾街，咗幾個月時間，佢個基金就2億美金暴漲到55億美金。點解？因為佢睇到咗一個我哋普通人睇唔到嘅財富密碼。Leopold 咧寫咗一份165頁嘅報告，全個硅谷都震動咗。佢預言2027年咧 AGI 通用人工智慧正式降臨。咩意思咧？即係到時 AI 唔係幫你寫下文案咁簡單，將會係一個24小時唔需要眨眼，有頂級工程師水平嘅虛擬員工。最恐怖嘅係咧，呢個排仲預測到時嘅 AI 會自己研究 AI， 進步嘅速度係而家幾千倍。但係最精彩嘅係佢嘅投資。當大家仲喺度瘋狂搶緊英偉達嘅晶片嘅時候咧，天才竟然清倉英偉達。點解咧？係啦，軟件可以無限複製，但係物理世界嘅能源咧係做唔到出嚟嘅。預測喺2027年 AI 嘅最大樽頸並唔係算法，而係電，所以佢將所有錢全部投入喺電力、核能同埋基建，呢啲先係 AGI 時代嘅真正嘅石油。家族辦公室嘅主理人，我睇到嘅並唔係科幻，而係一個趨勢。全世界都喺度追求緊短線嘅熱點，真正嘅高手已經佈局緊3年之後嘅基建。如果2027年努力勞動被取代嘅資產配置係咪仲停留喺舊嘅時代？危定係機，睇你自己點樣揀。想唔想知道呢位天才份165頁嘅報告入邊講啲乜？我幫大家整理咗精簡版，評論區留言 AGI， 即私信我，直接發俾你。關注我，帶你用金融嘅視角去睇未來。